这总共有两台车来了，2个外送员来了。先一台来这边等，他来这边确认。这样状况啊，是不是有人来恶搞，然后一次订了超过几杯的饮料哈？就是昨天有接到一张恶搞，就是一次50杯。然后我们后来就是有遇到那个副备打的员工，然后他们说那可能是有人恶搞。后来有一些我们就是分散一些给亲友，按一些就是倒掉处理这样。平台有要帮你们？平台是说他这笔账会入到我们的货款里面，但是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入啦。想说最主要就是我们这个食材这个东西很麻烦，就是耗损啊，还是就是几乎要丢掉这样。这样预估赔了多少成本啊？大概2、3千左右吧。会不会觉得很倒霉啊？如果遇到这种恶作剧？会吧，因为我们接这个平台没多久，但是因为有一些我们想说，可能都是确认，Panda传给我们应该都是正确的，没想到就接到那个大订单，就接到那个网络那个恶意契单它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刑责？然后另外就是就是用假账号登录的话，有另外什么刑责？针对民众恶意契单的行为，有可能构成我们刑法第355条的毁弃损坏罪嫌。另外，相关的被害商家也可以依据民法来对这些所谓的恶意契单的民众来做求偿的动作。再来，无故使用他人的身份资料来登录申请相关的账号，或来做这些相关动作，也有可能构成我们刑法伪造文书。希望民众在做上块的动作的时候，千万不要因小失大。